位于台南溪丘地区有一项流传百年的传统民俗古迹，由当地信用中心万丰宫传承到今。30个上午，宫内3000岁坐镇，由在地道士家族进行科仪，包括制作神舟、开光点眼等仪式，场面庄严隆重。市长黄伟哲甲侪侪民代贵宾拢到场见证，包括在地民众甲溪丘国小幼童拢参与。除了认识信仰传说，嘛学习海洋生态保育的观念。古迹今年2月已经公告做市定民俗，市长黄伟哲嘛亲自颁发文化资产登录证书，感谢在地民众传承民俗用心。台南市是文化之都，也是宗教古都，所以呢，我们对于一些民俗文化，事实上都有记录保存的义务。那真感谢咱万丰宫所有的各位委员大家的一个努力，能够保持这个很好的传统跟宗教活动。那一方面提醒这个民众要惜物爱物不要随便杀生。一方面也是对于龟这个长寿的龟以及深海鱼，还有我们的王爷叶府、朱府跟李府3府王爷的崇敬。那也希望说保境安民。那这样子的一个民俗登录活动，我们会持续来审查、来办理，也希望说大家共同来维护我们优良的宗教民俗传统。文化局表示，溪丘万丰宫的古迹107年就邀请文化资产委员轰炸，经过几啊档的观察，仪式内容稳定，民众自发性参与，加上近年来南区公所积极推动，经结合当地溪丘国小，显示该民俗已经不只是宗教祭典，嘛是溪丘生活文化当中未当欠缺的一环。但新闻管制林根采访报道。